哇哇哇，從未試過咁暢通啊！躺着拉便便就能夠拉5斤啊，感覺肚子少咗一圈，喺排毒排便嘅同時滋養腸道。今日嚟到深圳首間專注腸道排毒加滋養修復嘅護理中心，專業人員細心講解療程嘅過程，讓我安心。療程開始啦，先做儀器同埋人手嘅精油按摩，幫助肚子好好蠕動。準備好躺着排宿便啦，做前呢都有專業嘅消毒同埋使用一次性嘅即棄用品㗎。療程我選咗加入益生菌加膠原蛋白肽，一邊排毒一邊修復滋潤養顏，養出年輕好狀態，健康變美。今次絕對係我前所未有嘅排宿便新體驗啊！已經預約咗，下次再做啦。真心推介嚟深圳嘅凍齡美肌腸道水療新牌 SPA， 南山同埋福田都有分店㗎。